今天我们来买三峡杨老板觉得最好吃的烤香肠，陈记。啊，老样子，他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在那个三峡陈福路啊，267号，这里很偏哦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等一下哈，好，长这样，它就吃起来有点甜甜的啊，就不是甜甜的，是蛮甜的。然后里面是那种没有肥猪肉的那种肉块。我买了原味、辣味、蒜味，还有一个鱼卵。大推。